尊敬的中央相关领导部门，我叫错额泽让，现居住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塔尔玛乡。我要声明举报安徽仙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塔尔玛乡修路期间违法采挖河道沙石的恶劣行为。从2023年5月起，该公司的非法采砂活动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大量河沙被肆意采挖，导致附近水土流失严重，危及居民房屋地基。采挖的塔尔玛河流属于长江和黄河源头支流，这种破坏行为严重威胁了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安全。长江和黄河源头支流污染问题与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息息相关，且直接影响亚洲水塔和高原湿地，所以加强生态保护与治理至关重要。对于如此严重的生态破坏以及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深远影响，一些当地村民自发地向塔尔玛乡地方政府、红原县纪委、红原县环保局、红原县税务局、阿坝州税务局、阿坝州环保部门及相关单位进行举报，并提供了大量的被破坏的现场照片和视频。然而，相关部门却视若罔闻、无动于衷，在处理过程中笃执不作为，对环境问题没有彻底治理，对地方百姓的危害持续存在，导致控告人诉求无门、无人管理。虽然多年前就已出台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但我们这边在执行上仍存在问题。2024年4月，四川阿坝州红原县生态环境局遂给我出具信访答复，认定安徽仙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塔尔玛非法采挖河道沙石情况属实秉义立案处罚且结案，但这是对相关企业的袒护包庇、依法代管、轻描淡写，最终生态环境的恢复、流失的水土治理都没有开展，仅仅是对存在危及房屋地基的地方修建堤坝敷衍了事。附近水土流失的威胁一直持续存在，而且水土流失的情况越发严重，形势越发严峻，破坏生态的恶果都由百姓买单。依据环境保护法，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除必要处罚外，还应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但红原县生态环境局在此事的处理上未能切实履行职责，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未能有效制止和纠正。此外，红原县生态环境局在信访答复中声称，2023年9月第一次接到信访举报后，向中共红原县纪委、红原县人民政府报告，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次带队核实核查相关问题，安排多部门和乡镇进行核实核查，交通、税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核查和处理结果已多次书面或当面向塔尔玛乡牧民群众反馈。该问题于2023年10月至12月多次接受阿坝州税务局等部门复核复查，均未提出异议。2024年初，红原县纪委监委也就相关问题及处置情况进行了复核，未提出异议。但作为控告人，我对上述所说毫不知情、不了解，也从未由塔尔玛乡牧民群众收到过相关反馈。所谓的未提出异议，纯属子虚乌有，这种欺下瞒上的回复是极不负责任的，严重亵渎和践踏了信访制度，导致信访制度空转。由于违法成本过低，导致违法泛滥，时间一长，环境破坏问题会越发严重并频繁，其造成的后果将超乎想象。当环境破坏到一定程度，生态系统崩溃将是无法挽回的灾难。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生态环境的优劣关乎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若不依法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类似问题便会接踵而来。在此，我恳请中央领导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秉承实事求是精神，对当地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调查，依法彻查违法企业的法律责任，追究相关部门领导责任人的实质渎职行为，深挖其中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结、利益寻租等腐败乱象，彻底治理，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环境，害一方繁荣盛世。举报人：错额责让。